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30公视台语台的播新闻。咱先来关心远东航空无张持停飞，早起检察官以违反证券交易法者的罪名起诉远航董事长张光伟等计共10个人。桃园一个男性为背在家内检疫的规定罚100万，因为罚金一直无纳，当时去予法院裁判官收。早起军方伫咧新北市孔仔寮某澳湾，甲13粒海底未爆炸的炸弹引火bomb。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去年年尾，远东航空无张持宣布停飞，检察官也即时下手落去调查，查到身为董事长的张光伟将公司的资产搬35亿过手去私人运用，尤其佫无顾飞行的安全，放已经26年的旧飞机继续咧用。但检察官也以违反证券交易法、银行法者的罪名起诉张光伟等计共10个人。检察官查出讲，张光伟接手远东航空了后，就将手底一寡已经信用不良的资产，好过去予航空公司这边堵销，甚至佫运用去甲合作金库贷款20几亿，这个钱也煞无落去改善设备，颠倒一直搬过手，甚至代志出破了后，张光伟佫辩解讲，远东航空是伊独资，收入当然会当含家己的集团流通运用，可见全无悔改。就安尼来起诉张光伟，佫有当时合作金库的董事长廖灿昌等10个人。廖灿昌目前是第一金矿的董事长，中道伊也发表讲要清洗这项职务了。咱过来讲，桃园一个姓李的男性在家内检疫14天的期间，违背规定出门4逝，罚金100万。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再三传理无够，但是已经予地方法院裁判管收3个月，这也是国内头一桩因为违反检疫的规定管收的案例。尤其行政执行法所规定，管收是1到5年的罚金都袂当断。21岁姓李的男性，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4届违反规定出门，罚100万。桃园分署甲团几届，伊拢无到位。二爸执行官趁伊出门做工课的时阵去掠人。地方法院的法官裁定管收3个月，成做全台湾居家检疫去互管收的头一个。因为李姓男子先有履行义务之可能，故不履行，又有隐匿处分财产的情形，然后又有逃匿之余，所以经法官裁定准予管收。执行署表示，姓李的男性用 iPhone 12的手机电话钱1个月900多块，居家检疫前12天，银行口座有汇入去33笔的款项，拢总109万。甲团几届阁歪到位，嘛无爱纳罚款，认定伊有暗砍处分财产，甚至有要逃走的嫌疑。李然如果说3个月内不缴清罚款的话，他依出管收所，本分署还会持续调查他的工作情形，来执行他的薪资。执行署强调讲，按行政执行法的规定，管收是袂当抵掉任何的罚款。姓李的男性虽然提起诉愿，不过伊并无伫咧期限内纳罚款。以诉愿法第93条第1项的规定，未停止原本处分的执行。记者综合报道。顶日有民众去新北市孔仔寮的某澳湾畅水，竟然发觉讲海底有未引爆的炸弹。经过军方清查，发觉数量有13粒。早起10点，就地点伫咧海底将这个炸弹引火bomb，海水冲一流10层楼悬。下晡2点，军方的人员有要搁落水探看，讲炸弹是毋是拢bomb有力。原本平静的海面，嘣一声了后，就喷起10层楼悬的水景。伫咧新北市贡寮区的某澳湾，早起进行水下爆破作业。畅水客20伫咧某澳湾，若像看到未爆弹，军方接到通报，派人落去水底勘查。第一日，忽然阁小100公尺的海域，深度超10公尺至13公尺，确实发现有要甲13粒的未爆弹。军方烦恼讲搬耍未爆弹会有风险，决定经伫咧37天就地引爆。警方有安全疑虑，那我们就以现地来引爆，这样是最安全的方式。当地里长表示，未爆弹可能是日本时代日本运弹船去美军拍落来，船顶的弹药沉到海底。贡寮区公所甲海军渔业署、海巡署经过5届开会协商了后，摕到就地引爆的共识。渔业署发布公告，禁止渔船挖进作业水域半径1000公尺。贡寮区公所嘛通知里面爱做防震的准备，嘛去拜拜祈求爆破作业顺利完成。海军最后作业大队了后，坐手灵船落去水底装引信，一概使用3公斤的炸药量，用无线遥控引爆器。3、2、1，起爆！放10点15分左右，军方伫咧离未爆弹600多公尺，一概引爆13粒未爆弹。针对我们富裕的部分呢，我们部分的话已经先做相关的一些一致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把相对的一个伤害减低到最低。
因无作业顺利完成，警方嘛解除交通管制。军方是表示，3日下晡2点过落去水底确认13粒微爆弹，敢是完全爆破。记者综合报道。7月16日，陆军防空特战指挥部陆空一旅一架直升机伫新竹空军基地失事，正副驾驶不幸牺牲。早起，陆军司令部为因双人举办联合公祭，蔡英文总统亲身出席祭奠，佮颁发保养令，晋封正驾驶甘仁转中校，甲副驾驶高嘉良小校的官阶。副起。国旗砍伫顺直的陆军航特战术直升机驾驶甘仁转，甲副驾驶高嘉良观察顶。陆军司令部30早起为汉光演习执行操演任务，结束返场时，接落来2回顺直飞官举办联合公祭，并且推进甘仁转为中校，高嘉良为小校。颁授忠勇勋章及陆军中校官阶。总统蔡英文伫国防部长严德发陪同来到公祭会场，以3军统帅身份向2位顺直飞官致祭，并且颁发褒扬令予家属，表彰2个人舍身处义，避开民家厝，牺牲家己守护人民的精神。颁赠褒扬令。总统随后行向家属区，向2位飞官的家属慰问致意。会场也佮播放甘仁转甲高嘉良的纪念影片。东炮伫影片中表示，2个人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一直到最后一刻拢坚守保家卫国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近来社会纷纷咧注目学位论文照抄，也是请人代笔的问题。但教育部也发布讲，会开发一套硕士、博士论文比对系统，予各大学自由运用。还有国家图书馆也改变规定，要求各学校当年4月到10月底进前，拢都要甲现迄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电子档案准时交登去，互因做资料。学术伦理甲诚信愈来愈受到重视，大学拢咧买比对系统。以大师大来讲，买美国 Turnitin 系统，查国外期刊甲英文为主，一年2000个户头。毕业学生爱家己团，部分系所是买国内快刀或者是华语系统，专攻中文比对。在考试之前，这个学位论文的初稿就必须要先比过一次，然后最后定稿要把论文缴交到学校之前，还要再比对一次。个人系所甲学校爱家己要求，但是偷抄别人的案件一直咧传，把关犹原有问题。教育部提出8项品质保证的办法，包括会同国家图书馆开发硕士、博士论文比对系统，免费提供大学使用。另外，快刀嘛宣布关一套系统，可能开放大众来使用。比对系统现在应该没有无偿吧？但是我们自己做的是无偿的。好，下一步我们自己该做，这是我们的公共服务啊。对业者要关，教育部嘛咧评估开发官方版本。台大图书馆馆长陈光华指出，上界重要的是比对资料库来源敢有够。owner 或者 content provider 合作嘛，可能不见得是学位论文啦，因为抄袭可能也会去抄其他的一些期刊论文嘛，这样就可以达到可能做到80%、90%吧，你说到100%就很难啦。若是比对资料无够，系统嘛是无路用，所以国家图书馆最近嘛修正学位论文典章规定，明确要求大学除了刊写机密甲专利即寡会当申请无公开或者是延后公开，大学逐年4月到10月底一定爱传电子档案来保存，过期会依法来讨。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讲8月初新一届监察委员就要上任，蔡英文总统也专工去替监察院下底新设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宣布开幕。新修正的监察法送去到立法院咧等待审查，其中就规定讲民间的个人也是团体，若拒绝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者，一摆上当会当罚金50万，一直到肯配合为止。第6届监察委员将伫8月初1上任，蔡英文总统也伫迄天为国家人权委员会开采，验过有关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行使的监察法修正草案。监察院伫5月已经函上立法院审议，验过到今，犹原伫立法院还未审讨。第6届的委员目前听起来可能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会认为说可能要独立一个职权行使法，一定会在最快的时间里面，那跟立法院沟通，让立法院能够在下一个会期能够审议完毕，3读通过。
草案内容包括符合人权委员会当对无公务员身份的个人、司法人也是私人团体进行调查。若讲当事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调查，会当处3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若个通知有缘拒绝调查，就按处5万以上50万以下罚款，一直到接受调查。不过，甲监委希望草案尽速通过无共。互委员会未变做无聊的好，朝野立委拢想法同款，应该结合会考监议题，充分讨论接审议。包括宪改，包括在重新去定位监察权的过程当中，对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性质跟他如何行使职权呢，也能够有更的讨论。又有修宪提案，然后又有监察法的草案，然后人权委员会要成立。我想这个因为都牵涉在一起，在人权委员会相关的调查权呢，等于只有一半嘛，也不一定要8月1号急着上任了。为了让监察院更加透明公开，即将要下任的监委也拢提出建言，希望对监察院第26条规定新增公益条款，也都是伫讨论调查甲社会公益相关重大案件的时阵。比照立法院模式，开放记者迂回旁听，让民众对监院行使职权更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度律师的高考连要特别举办，不过自年开始考试的制度加规定一条，讲有4科主要的科目拢是申论应答，满分800上无爱摕到400分才算合格。结果考试录取的比例煞做一个落落来，剩6%外。当后立委和律师团体出面要求主办考试的考选部，就要斟酌这条带。律师考试将伫后礼拜8月7日登场，不过去年律师考试合格率却拔到6.12%。有立委质疑，这是考选部伫2018年实施新制400分低限数提出的律师录取率倒退18年前的水准，抓算落来，今年职业律师少366人，考试难度提升，也互真侪考生不满，呼吁考选部改善考试制度。去年过了1/3门槛。那被400分刷掉的考生之一，那很多的考生却因为这个400分门槛1分之差，即使他的总分高于录取的平均分数17分，还依然落榜。18年到106年的律师考试规制，只要第一次到第二次拢达到排名前33%就会当合格。考选部伫1807年改制律师考试，第二次新增4大核心科目，申论题作答。满分是800分，考生需要达到400分才算合格。根据统计，新制实施以来，已经有462名考生以旧制排名前33%会当录取，却因为宪法、民法、刑法等4大科目无达到400分，煞无录取。立委高嘉瑜指出，根据考选部委外研究报告，2次的申论题，若以无共委员的主观评分。差别会当达到37分，也引起公平性的质疑。在不同的组别上面呢，这个考试的难易度以及阅卷老师的评分宽严不一，会造成不同组别的这个应考人他们的分数是无法获得一个一致的公平性的对待。因为总分是800，就是这样。是吧？因为这个部分我比较不清，我刚好到这个单位。那看世界各国律师录取率，德国平均70%，美国50%，日本近年来也提悬到34%。律师考试新制实施以来，达不到考选部预估的10%录取率。考选部表示，外界质疑已经咧收集各界意见研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的报上届新的消息，教育部体育署公开抽出400万份的动资券了后，也用手机的简讯和电子批通知有留着卡卡的民众。不过本地是讲早起10点就要开放人来领券，体育署却临时宣布搁暂按1礼拜，8月初6才要开放给人领。这张券使用的期间也对咧，测落来到明年正月底。动资券的使用呢，能够呢让民众以及业者呢，能够呢有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呢，能够更为这个顺畅。所以呢，动资券呢，我们就经过讨论之后呢，那么顺延后1周，同时呢，使用的期限呢也延后到这个明年110年的1月31号止。
体育署表示，讲为着让民众这场更使用愈便利、用途愈快，也互有意向要参加提供优待业者对着阵，搁有互电脑系统的品质愈稳定，才决定时间拖慢，签到8月初6才开放领券，8月初8开始运用。体育署也说明讲，当然点头营业项目有下经济部所认定，12项体育产业的分类，拢会当去甲因申请合作，收民众摕来开用的动资券。再来讲，文化部本地委托公共电视的国际影音平台这条案，昨宣布冻点。李英德部长也接受公司有话好说这个节目的访问，表示讲，能力政策若牵涉到公共媒体性质，也会愈谨慎。因为有风声讲公司新的董事长是某人拄某人，李部长也表示，实在下礼拜才会甲新任董干事建议的名单报对行政院去。你要去解释什么，很难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最佳的方法就是我们暂时终止那么这个委托的关系。文化部紧急发动停止公司国际影音平台的委托案，部长李英德认为原本是好意，所以有外界误解，伊嘛坦白讲是学着假戏。它是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的计划，或者是经费来源，或者是所谓的执行委托的一个关系。对。这难道不是侵犯了公司独立性吗？是啊，所以我非常抱歉，我坦白讲。只要碰到公共电的事情以后我们都要非常小心。不过李英德指出，台湾说国际影音平台政策方向无改变，时间嘛无变。不过案件未来要安怎做，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而且外界传讲文化总会副会长江春兰是总统蔡文介的后一届公司董事长，李英德嘛做回应。因为当时外面有在疯传，这个才叫做做新闻的态度嘛。是我当面问他，这个外面有人这样是那个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根本对公共电视的董事长是没有兴趣。李英德表示，第7届公司董干事候选名单预计在后礼拜就签报行政院。不过国民党早起就先开记者会，对人事案提出批评。那大家都知道，公共电视其实应该这个董事长的人选是由董事互推，但是董事都还没有产生，董事长已经先出现了。那这一些证据都指向，其实民进党的高层都是来直接主导介入整个公视的人事。董事会的产生，这个当然是各方面又是一个新的角力的过程啦。那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是要修法。媒体观察基金会认为讲，文化部紧急停止公司的委托案是好代志，因为有机会来重新检视争议。未来公司若愿意主动来争取国际影音平台，拢也会当讨论。不过说落来，会先面对人事案的新一波调查批评。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医疗方面的消息，当有学者出来主张讲，虽然咱国抵挡武汉肺炎的表现真好，不过咱外国的药厂咧开发预防车是加真紧，讲无定年底就当露市面。咱国内因为法律的问题，所有研究预防车的公司拢还未开始头一期的临床试验。学者也望政府会当规定放令，阁有助赞资金，尽量加紧国内预防车研发的速度。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烧，已经有1600万人确诊，超过60万人死亡。未少国家努力疫苗研发，希望控制疫情。各国药厂近期也传出临床结果达标，上紧年底疫苗就会当上市。不过反过来看，国内3大疫苗厂，要到8月才进入第1期人体临床试验。对此，国内业者表示，若讲政府投入资金，才有机会加速制停，并年底到明年初量产上市。我们编列了110亿的经费嘛，对外采购，但是对国内的这个支持力度看起来是远远落后。目前我们规划的量产的进度呢，过年那时候应该有200-300万。左右的疫苗可以提供啊。此外，有学者认为，疫苗发展应该看作是国安问题。今嘛临床试验的审查条款伤过复杂加严格，需要放量法规，若无可能会拖慢台湾疫苗研发的进度，并且建议政府正确跨部会成立疫苗研发国家代表队，唔通互各疫苗厂单独研发。我们就想办法，以你现有的技术，然后去找看看有没有人的好的技术已经做到。我们食药署也采取这个 rolling review 的审查制度，就是滚动式的审查，资料送进来，我们马上就随到随审的制度。食药署强调，内部每礼拜拢有召开疫苗进度会议，
后个月开始的人体临床试验也陆续伫病院进行教育训练，以确保受试者安全甲权利。对业者的心声拢听到啊，会记录落来，提供审查委员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指出，目前各国尚无有11款当伫咧试验当中的武汉肺炎预防剂。欧洲、美国的大药厂嘛表示讲，可能就要明年这个产品才有材料会当落市面。不过俄罗斯当时宣布，因国家支持的研究团队当伫咧开发的2款预防剂，9月、10月时就当开始大量生产了。俄罗斯疫苗生产提早部署，29总统普廷甲官员召开晚期的疫情会议。副总理当场宣布讲，新冠病毒疫苗随到的报道。Наибольш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ейчас имеют две вакцины. Одна из них разработа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м центром эпидемиологии и микробиологии имени Габалеи Минздрава совместно с 48-м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м институтом Минобороны. В августе 2020 года планируется е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регистрация на условиях. 俄罗斯副总理指出，若是刷落来1600人临床试验通过，这个军方嘛有参与合作的疫苗，9月份就会当量产。因为俄罗斯发展当中的疫苗，也毋拿这一项。Всего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примут участие 100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в возрасте от 18 до 60 лет. 同款是国家级的维克多病毒研究中心研发的生态疫苗，已经进入临床试验，按算9月份审核，10月份会当生产。俄罗斯疫苗大型全球生产，嘛引发外界的质疑。美国 CNN 报道，俄罗斯目前无提供疫苗试验的科学数据，所以外界对测试无够标准，也是真烦恼。英国已经甲几啊个药厂签约，确保4款疫苗上市了后，会当先摕到2.5亿剂。其中，因法国赛诺菲巴斯的研发的疫苗已经进入第1期甲第2期的测验，上紧明年顶半年就会当优先提供医护人员使用。英国的另外一款疫苗是已经进入后期的临床试验，由美国辉瑞药厂甲德国生技公司合作制造的。Die Mainzer Firma BioNTech beabsichtigt, einen Covid-19-Impfstoff auf Basis der unternehmenseigenen mRNA-Technologie zu entwickeln. 虽然目前德国至少有3款疫苗正在研发当中，不过德国研究部长29伫咧记者会表示，无应该有无实际的态度来期待奇迹出现。伊讲疫苗上紧，嘛要等到明年中才有机会上市。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国威胁台湾的行动，那像愈来愈加强。但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的国会议员提约翰提出一部防止台湾受侵略的法案，要授权美国总统中国若是进犯台湾，会当启动军事。法案还有鼓励总统爱访问台湾，嘛有提起邀请台湾的总统去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首席议员约翰29正式提出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指出中国解放军近来快速现代化，对于台海明显造成威胁。法案明定3种情况会当授权美国总统动武护台，包括台湾遭受解放军直接武力攻击，中国侵占台湾领土甲台湾军民性命遭受威胁等。Is that we would sell Taiwan enough weapons for them to defend themselves. But when Xi Jinping has announced that he's ready to draw blood over Taiwan and reunify them, they forgot to ask Taiwan. Taiwan's never been part of the PRC, nor do they want to. 法案内容也讲到，表决通过生效180天内，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甲相关联邦首长需要甲台湾政府参其他理念瓦近的国家举行年度对会，举行美台联合军演，加强军事交流，甲台美高层互相访问。佮较公告邀请台湾总统到国会发表演说。优厚这个议员提出这个法案，我们表达我们方的一个诚挚的一个感谢。我们相信这个优厚的议员，他是以具体的行动呢来守护台湾海峡的一个和平跟稳定。外交部表示会继续关注法案审理的状况，也会甲美国行政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强调捍卫民主自由是袂当妥协，也是2300万人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7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 Thomas Esper 宣布讲，会裁减11900名目前住在德国的军队，会甲一部分的兵马调度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国家，原因就是要阻挡俄罗斯这国的军事野心。美国川普总统嘛表示有支持国防部长这项规定。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29宣布，要裁减11900个驻德国的美军，甲部分的兵力重新部署到意大利甲比利时，并且将美军欧洲的总部对德国的斯图加特迁去比利时。艾斯培讲，这是为着要阻挡俄罗斯的军事野心。The current EUCOM plan will reposition approximately 11,900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Germany, from roughly 36,000 down to 24,000. In a manner that will strengthen NATO, enhance the deterrence of Russia, and meet the other principles I set forth. 艾斯培表示，这项调动可能最近几礼拜就会启动。五角大厦会将超6400名驻德国的美军送转去美国，剩的超5600个人调去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让东南边乌海附近的民邦安心。艾斯培嘛直接讲，德国投入北约的军费伤少啊，而且总统川普嘛对这项代志表达不满。Let's be clear. I think Germany is the wealthiest country in Europe. Germany can and should pay more to its defense. It should certainly meet the 2% standard, and I would argue go above and beyond that. Why would we keep all of those troops there? And now Germany's saying it's bad for their economy. Well, it's good for our economy. Germany is delinquent. They're at 1%. They should be at 2%. 美国总统川普嘛表态支持国防部撤军的决定，认为德国无投入够野的军费负担，是咧拖欠钱。因为几万的美军对二战结束以来一直都驻守德国，这摆美国裁减驻德国的军队，可能会对德国的经济甲战略带来明显的冲击。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倒当啊关心咱国内农业问题，近来花莲县玉里遮有种稻仔的农民发觉讲，用苗场内底稻仔栽哪像去互秋兴军虫蹭着，经过农政机关判断，证明讲确实有影，这也代表稻仔开始互秋兴军虫耍断咯。农民讲听到是真烦恼。提起一片一片青冷冷的黄仔仔，弹来响响的，都有真侪肥滋滋的虫落伫涂骹。农民哪看哪感觉像秋兴军虫，所以赶紧通报农政单位。第一次首例在水稻发现秋行菌虫，而且数量蛮多的。秋行菌虫对水稻会不会有伤害？希望有关单位能够帮助农民，后来给予更好的解决方式。秋兴军虫去年伫中国大陆造成严重的粮食危机，并且技术带着气流电入台湾。去年6月主要的寄主作物是番麦，后来个新增加包括高粱、薏仁、小米、姜、土豆等农作物。想要到即马水稻仔也成为新的寄主。秋行菌虫是杂食性，它的寄主范围很广，所以在玉米的危害面积比较大。那它立足了以后，那也有可能影响到它其他可能的寄主，好，那包括这个水稻。因为水稻仔是台湾上大面积的经济作物，总面积大约27万公顷，外界非常烦恼。若讲水稻仔沦陷损失会真惨重，农委会已经紧急公告6种防治用药，请农民加强巡查甲防治喷药。各位农友，如果在秧苗上面有看到秋行菌虫的话，请他们务必要通报那个当地的防疫所。那通报防疫所之后呢，像防检局现在已经有公告一些紧急防治的用药。也毋过，防检局也强调，秋行军虫伫幼虫的时阵，拢秘伫黄仔下骹的土内，一旦黄仔入水了后，幼虫就会死亡。也毋过，也有部分会孵化成野仔继续生卵，所以请农民多加巡查，并且把握用药时机，才会当有效防治。记者综合报道。近来因为农产品袂当进口，蒜头一台斤已经对60起来到160。毋过农民讲到种蒜头，意向那像毋是讲真有。原来分林启动的农会按算起来，种一分地蒜头，本上无就要得7万多去。当有一寡农民开始要脱手蒜仔栽，讲拍算今年先换种别款农作物了。一寡经过打碎的蒜头袂使摕去冰，经过人工的整理，一寡拢是要摕去做蒜仔栽。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佮有最近的蒜头无法度进口，互分林当地蒜种是起翻倍，目前大概斤超160。蒜种伫过去以来，伊的平均价大概拢差不多伫一公斤一台斤差不多拢伫60块。不过今嘛目前的蒜种已经来到一台斤是160啊，种少啦。安怎讲？都遐贵安尼卖好我，这拢半年较加了，8月就开始种了，真歹过。当地农民表示讲，目前蒜种的价数来计算，一分地蒜种的成本就要4万块，佮加上管理的成本3万块，一分地至少就要投入去7万块的成本。
因为实在是伤悬，都有农民规起甲蒜种拢摕去卖，今年都唔种蒜头啊，问农会敢会当种其他的作物。最近我就接到了很多过去种蒜头的这些农民呢，开始来问我说，总干事有没有什么比较高经济的作物，它可以来转种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以整个从蒜种，我们就开始来推到目前整个市场。市东农会表示讲，今年婚林种蒜头的面积超是4300公顷，不过今嘛蒜仔仔起价，恐惊影响到农民种的意愿。原本市东农会规划要用机械种100公顷的蒜头，目前嘛先冻点。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新光病院心脏内科的医师分析，新北市金山这方面3400名的民众过去20年中间心跳速度的变化，结果发觉讲心脏若跳愈紧，死亡率就会愈悬。心脏咧跳的速度若是一档一档咧紧，这款人致病死亡的机会，上无是心跳速度稳定遐的人的2倍。坐伫咧量测站头前，甲正手撑过泵血压的机器，一点仔久，血压甲心跳的数据就会走出来。这位邝先生最近因为心跳的速度伤过紧，还佫有头壳疼的症状，透早去病院准备好好检查。爬楼梯就是心脏就会跟他急窜的，很沉喘就对了啦。有时候就是说你做比较粗重的东西也没办法做啊。大多数的民众对高血压拢有警觉，不过却无去注意到心跳的速度对健康嘛会造成影响。顶一日新光病院心脏内科的团队分析金山地区3400个居民20年心跳的数据，结果发现讲心跳变化的数据甲死亡率嘛有密切的关系。心跳愈紧，死亡率是日头增加。平均心跳伫咧10年以来一直增加的民众，死亡率是心跳稳定的人2倍以上。而且就目前的医学研究，心跳的速度对高血压、心脏衰竭甲欠血性心脏病3种病人的影响上大。这病人若心跳1分钟以内跳70个以上，死亡风险就会开始增加。它背后的机转呢，有一部分其实是跟我们人体的那个交感神经异常兴奋是有关系的。那另外就是说，心跳太快，有时候其实也是会刺激我们的心脏它提早衰竭，所以它跟很多的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就是来自于这2个原因。医生表示，上理想心跳控制是1分钟跳55个至60个，若是常心跳增加，可能就要合理怀疑身体是出问题，包括贫血、甲状腺各样、心脏病、糖尿病，甚至是癌症都有可能。而且心脏的功能就可比一个莫大，若是心脏衰竭，就亲像莫大故障无力，收缩一解，敢会当送出较少血，所以就要加强跳的速度，来勉强补充伊的功能，亲像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要甲拍互破。互心脏休困，才有复原的机会。所以，甲心跳控制好，甲血压控制好是同款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关心教育问题，现代人囝生少，学校也都要坐间合作一间。你像台北市的永春、永吉这2所国校，中敢若计1间饼尔，敢要归去合作会经营。但市府也已经决定8月就要办头一场公民参与的座谈会，邀请2间学校的老师、学生、家长，搁有4边的民众，甚至是已经出业的校友，拢来发表意见，讲详细。徛伫咧学校的运动场，为4块里看去，才会当看到所有的校舍是属于2间无同的学校。在105年的时候，教育局补助的一些经费，我们把这个围墙拆掉了。永吉国小的学生要到永春国小，我不需要再走出校门，绕着围墙去。台北市永吉国小是伫1975年成立的，迄当阵是因为永春国小的学生人数超过1万人，因为要处理学生伤济的问题才成立的，所以2间学校之间敢若有一个围墙的距离。即嘛因为少子化的影响，2间学校佫开始讨论整并的可能性。规模差不多的合并，再来第2个，我们2校其实几乎没有所谓的校园切割，人员整并成一个学校之后，由这个学校来进行整个校舍硬体的改建，以教育为导向。但是透过校舍立体盖着立体的校舍，它可以多功能的去使用它。旧的围墙为真侪毕业生对新学校的祝福，拍通的教室加做历史功能。2间学校伫咧这几年已经豆豆进行资源共享，互师生有更较侪交流。因为学校地理位置、班级的规模，还有学生大的所在，真少哇等等的条件，学校对整并是有共识，嘛充满期待。2个学校的班级人数普遍在下降当中，是希望用 EOD 的角度出发，在都市计划的发展之下，它的学生学习需求到底有多大的量体？社区周边环境的需求有多少？
台北市府嘛规划讲，会伫8月份召开公民参与工作坊，讨论新学校校舍的规划，无咧使用的空间要怎处理等等的议题。目前按算先完成校舍前期的规划，人事整并，再搁分2期进行普通教室甲运动场等等设施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刷落去关心六都的消息，台中市教育局宣布要废止当事者这片实验教育园区，连带会影响目前这搭公办民营的实验教育学校都要结束。废止的理由是讲地点接近第下断层带，可能有地动的风险性。不过民进党的市议员是批评这款讲法有较勉强。这间实验学校的家长嘛表示讲，袂当理解甲接纳。伫当时高港旧校址面顶的实验教育园区，建筑物已经完成一部分的更新。原本为前台中市长林佳龙在咧执行的公办民营计划，即马却发动咧，家长的反弹真大。妈妈市长不要混淆视听，正视孩子受教权，正视孩子受教权。公开的去做讨论，就是一个对被遗弃，就是一个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市民。民进党几落位台中市议员30号上午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对台中市长罗秀燕以一个公文就片面终止前台中市长林佳龙时代已经咧进行的实验教育学校设立计划，批评是以挖地动段为名反对实验教育，提早了当时山城囡仔是无共款教育的机会。第一，这间学校它设置的地方是第1期跟第2期，目前不需要环境影响评估，也跟地震带无关，而且市政府也已经花了预算在上面盖了教育该使用的建筑物，但是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卢市府的一张公文、一纸公文就把这个案子给废止了。台中市教育局回应，因为这间计划公办民营学校想过挖地动的所在，搁有地震滑动的问题，同时可能的囡仔愈生愈少。以后市府每年要编列8000多万，评估了后办理废止的公告。第2期的环评到目前是没有通过，所以并不适合进行招生嘛，不能拿学生的这个生命来作为赌注了。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并无放弃了实验教育，参加学生人数在108年度增加了200多人，但是当时实验教育园区存在安全面顶的问题。地方只是愿望实验教育对山城影响真大，希望台中市政府会用听地方的声音，和实验教育的门变得更较宽。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来讲，高雄今年顶半年高雄市环保局开出来的罚单，总金额是2048万外。因为市府开始实施检举的会员制度，其中一个检举上届坐调的民众，会当领到42万的赏金。当然，市民听到这款消息，有人懊恼，嘛有人讲安尼生敢好。爱部分的人伫超商聚会，随手弹出粉彩，这种就是无人注意的错误动作，其实拢已经被翕落来，留伫检举达人的手机记体。高雄市环保局今年就半年统计，民众检举案本着的奖金都达到400万，其中一位更加因为检举违规得到42万的奖金。大家会比较谨慎一点，就怕被检举。可是太多好像也不好，你做什么事感觉就大家都会监视着你。检举是 OK 的啊，我也很常踩到，因为我们家公园在附近。只是这种观感可能不是很好啊，就是只是为了钱做这种事情。市府环保局统计，今年就半年1到6月，环境垃圾开发14308件，以乱弹焚晒的8249件上济。另外，乱弹本数也有1079件，罚136万。罚款的部分，乱弹焚晒本数包甲无清理狗仔的大小便，拢是罚清理，槟榔汁是罚100。基本上，检举答案是协助我们。环保做一些稽查的工作了。那因为我们清洁队主要是执行环境稽查的部分，那它的人力也有限了。那借由这些检举答案来协助的话，它的功效是有一定的成果。环保局讲，2017年7月，高雄市府全国首创检举会员制，会员数为原本的1000人增加到今麦的5745人。半年破万件的罚单中，都有73%是由检举达人所检举。环保局呼吁民众，本数无落地，唔通甲一包仔袂滴过，害互你我清气的市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环保嘛，有中部的环保团体咧不满讲，参加环评会议的时，拿手机出来要直播，刷去予现场的人员阻挡。批评环保署用11年来拢无修改过的规定，束缚民众参与公共政策，这是咧欺负环保团体。不过环保署这边是回回讲，若讲开放公民的参与，因算是各部会内底行了真头前的，哪会换互人讲是共欺负呢？
伫中华二林精密机械园区的宽屏审查顶头，中华环保联盟总干事施月英则提出手机要直播会议说防阻止，环保署不准宽团直播宽屏会议，让不满公民参与防限缩。会在举行记者会批评11年来无修改过的宽屏旁听要点，根本就是霸凌条款。不能录影。那他说，如果你违法的话，违反第8条第4款，你就有可能会因此函送法办。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霸凌条款。宽屏会议最后由宽屏委员进行关门会议讨论，会甲开发单位甲环保团体请出去，然后媒体记者留来。对此，宽团嘛批评这根本无道理。是你至少直播，也让我们民众可以看得到。如果记者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国家主人连直播都没有办法看。有道理吗？环保署反驳，11年前提出宽屏旁听要点，是为着要互更较侪公民参与的先进做回，那会是讲咧霸凌环保团体咧？定了一个我们认为它是应该先驱，这么多年来都依照那个机制在操作，所以是提供一个公民的参与跟知情权。那所以这件事情怎么会是跟霸凌有关呢？有关关门会议，民众无法度参与，环保署强调这是内部讨论，记者在场代表大家目睭，这嘛是公众的参与。宽团指出，宽屏委员就任进前拢签线上直播同意书。环保署解释，委员定同意书的直播，其他的形式要经过委员的同意。对环保团体提出这么多要求，环保署是以已经实施几啊年来回应，是不是要来修改要点？是讲会收集各方的意见来检讨。记者林麦丹信良台报报道。 2014年时，高雄市发生第一家事起爆的事件，造成32个人死亡，321个人受伤，佮损害真侪条重要的道路。不过高雄市这当阵依然是石化重工业主要的基地，几60条工业的公路同款待伫咧市内下底，甚至有的嘛伫咧商业区。这有环保团体嘛讲，确实真烦恼。 三德一路甲一心一路顶高雄重要的路段一直传出爆炸的声音。6天前的7月31号半暝，高雄因为石化管线起爆事件造成重大的伤亡，互高雄人到即马想起来也是会惊，但是威胁已经解除啊嘛。 环保团体无安尼认为。那这71条石化管线里面，我们如果看其中的一条是最中间的，从南高雄穿越整个高雄的住商区到北高雄的中油高厂，光这条管线其实它经过的区域就有10间国中小。 大社民表示，当初社楼造成起爆的是丙烯管线，接收端就是大社工业区，但大社工业区伫27天前，政府就答应要迁厂甲降边，结果拢总跳票。那大社会当毋免得发展石化业，市区真侪管线就毋免得使用。希望新的市长勇敢拒绝经济部。包括我们的中宁路、我们的沿海4路、大业南路、沿海2路，这是全部底下都布满了很多的油管线在下面，现在又碰到洲际2期，又面临了那个石化转运中心又迁来这边。台湾科技甲社会研究学会呼吁未来的高雄市长甲议长应该重视石化管线甲产业的风险，互住伫管线经过范围甲石化产业附近的民众清楚了解管线分布等消息，嘛要规划完整的应对甲避难的方案。这是未来的新市长甲团队上重要的工作。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各地头的牛人顶真拼命声。 婚姻未了，有一个退休的警官纪金豪先生，倒转去到故乡，为着要照顾爸母。20天来，纪先生拢对烘咖啡豆真有趣味。退休了后，搁较下心情研究。当伊所煮出来的咖啡，亲戚朋友讲芳气是真高，拢学了甲会得志。哦，那最好就是东北到东坑。讲到家己安怎烘咖啡豆啊，纪金豪强调烘的温度和时间上重要。豆仔出炉的时机要算好准。 安尼咖啡烘出来才会好啉。纪金豪自20年前对烘咖啡豆仔就真有兴趣，加上爸母较侪岁，所以提早退休了后，转回乡回去照顾四大人，顺续专心培养家己的兴趣。退休之后就回到麦寮，我的父母年纪都不小了，提早退休然后回来。烘咖啡吼，我大概烘了将近20年。前20多年前就咧啉啊，阿姨拢逐摆会创倒阮啉啊。 参一般人无共啦，较味道较好，啊，搁袂苦袂涩。纪金豪的老母学了后生家己烘、家己煮的咖啡，芳气十足，搁好落后。纪金豪嘛讲，
亲戚朋友知影伊熬烘咖啡，定定拢会招伊同齐啉咖啡。对伊的功夫是学了甲会得志。他自己精心去烘焙、去挑选，然后控制的温度弄出来的，绝对跟外面不一样。对对对，几乎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有回来喝过咖啡，他们都觉得非常棒。退休了后的基金好，一点仔都袂无聊，毋但通做家己喜意的代志，和爱啉咖啡的好朋友分享咖啡香，佮通陪伫时大人的身躯边，甲因友好，找到家己上自在的生活方式，快乐过日子。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讲咖啡说咖啡，国情啊捌甲你开讲过。过去台湾人咧讲咖啡厅即句话，早期老辈咧讲叫做茶房。今日我要来小证明一下，日本时代的歌，包含战后的流行歌，拢有提起茶房这两字。来，咱先来听周天王作词、丁武宪作曲这条《满面春风》歌词内底安怎样讲？讲又过一日，甲伊行入一间小茶房，双人对坐，满面春风，咖啡味清芳。迄时伊也对阮讲起结婚的事项，互阮一时想着歹势，见笑面煞红。是啦。满面春风这条歌就是正正热恋的歌词，歌词内底咧讲，一日甲伊行入一间小茶房，这是女性所唱的歌。伊所爱迄个男性，和伊双人对坐，满面春风，咖啡味清芳。对，你有听？原来茶房正正就是咖啡厅。国情嘛捌甲你提起过，在我咧猜测，这应该对日本话来。这正正就是日本时代的台湾歌所写的歌词。国情敢若读歌词，相信讲你耳孔边也会谱出《满面春风》这条歌的 melody。战后嘛有迄个流行歌，叶俊麟作词，洪一峰主唱。冷淡的 kiss， 内底嘛提起甲茶房有牵连的歌词，咱做伙来听，回想迄当时的旧感情。讲情友的行内音乐小茶房，细声对阮表爱慕，见笑面红红，着我手毋愿放，枉费迄时心茫茫，只留着感觉的手肉软又芳。无缘迄个人，因何每暗梦？应该伊是在阮轻重，偏偏分西东。又咧细雨蒙蒙，星期日黄昏，孤单踮在厨房内，心潮乱纷纷。读着经过日记文，想起早日的青春，只留着悲伤的满腹的泪痕。思念旧情分，吐开暗断魂。怎样伊来放杀着阮？日日甜又闷。无听讲好朋友，这条歌毋是洪一峰真主要宣传的歌，你无听过去毋捌听过。毋过你听国政在咧读歌词，你犹原一定会感动讲作词家叶俊麟老师歌词哪会写甲遮尔幼咯？写甲讲闻着迄个手味，手肉软又芳。无缘迄个人，因何每暗梦？原来这当阵就是已经分开了，毋则咧回想当时的音乐小茶房，伫咧又有咧细雨蒙蒙，星期日的黄昏。我咧读经过日记文，想到当时的青春，如今思念旧情分，只有吐开暗断魂。毋则讲咖啡厅、茶房，足早就入来到台湾人的生活中咯。过来，咱继续来讲花莲玉里一个少年农民谢明健先生，人伊毋但举低头，嘛举卡梅拉的镜头，哪做农事哪翕影片，鼓励愈侪少年人都要倒转去故乡做田。夜暗9点，台湾新闻界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这个网络红人的农业人生。是阮的园啊，就有水无？拢总安尼看到哦，有4万外箱哦，吼，会当供应阮做田的有无？160公顷哦。哦，阿姨啊，这头拄你有示范过啊？嘿，所以安尼，即马话你哦，我好，话你表现一下。表现一下，我惊家己弄害去。哇，这拢是鸡啦吼。会筋嘿。哇！我拢水会重呢。会啊，因为拄啊喷水啊。我若要互提回，我就无喷水啊。哦，就较紧啊。明仔人要提回，我拢知，我就袂喷水啊。我甲你讲哦，
这个是北部站的。北部站。这其他的农民哦，是安尼。佮颠倒过来。为什么你知无？为什么？因为伊想讲，你这少年人无爱去台北打拼，创啊教阮学做田，因为老一辈知影做田赚袂着钱，娶袂着某，无未来无前途，你创啊转来吼，上忝头的毋是做田，是别人的眼光。对。哦。大家人拢看你安尼有无？看你无？伫我以前哦，唔敢甲人讲我是做田，因为惊见笑。伊无成功啊，无赚着钱啊，种田就甲见笑。迄时阵，伫我心内拄一个甲家己讲，我一定爱成功。记者综合报道。难怪来讲，罕见疾病的患者对抗病魔的过程唔那辛苦，嘛真需要勇气。台中市东综合病院和罕见疾病基金会特别办艺术展，展览这的患者所画油画作品，还有朋友因的亲人所制作的初回地后，嘛望讲经过这作品，互人会当看到生命坚强迄一面。北京妈妈伫咧生死当之中爱囡仔囝，展现母亲坚强和疼囝的心情。罕见疾病朋友吴欣桥讲，这幅图好做幸福的囡仔，要维护伊的妈妈。妈妈很辛苦，每天都带我去做复健，所以我就把幸福的熊画下来。在画第一幅画的时候，才让我很惊讶，说原来他可以画画，而且他还能够把一个物品具体化了。吴欣桥的妈妈看囡仔摕画笔，用创作暂时袂记得小脑萎缩的辛苦，伊的心内是真感动。台中市东综合病院和罕见疾病基金会特别办艺术展，展示罕见疾病朋友和因的家长所创作的艺术品，要互人看到生命坚强的迄一面。我们看到非常感人，不只是图的内容很丰富，而且里面很多含义。不只是把我们病患的才艺展现出来，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我们海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除了油画，也有手工做的笛仔和粗肥做的笛袄和笛鼓。东综合病院的走廊也展示病友各种日常生活的相片，让人会使对这个艺术创作者更加熟悉，也了解因一路行来有多尔勇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回想戒严时代台湾的总统，唔那一定姓蒋，阁会在任做甲死。反对的人就家己掠去关，白色恐怖正就是台湾政治史上重要的一站历史。来讲来自清水的囡仔，这就是政治受难者蔡坤林先生用红仔图画出的坎坷一生的故事，嘛是台湾头一部白色恐怖的漫画。来自清水的囡仔，讲的是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坤林一生的故事，用漫画方式来呈现，将原本沉重的历史记忆，透过平凡人物的人生故事，和民众理解。我们觉得漫画其实是比起像是要阅读一本很厚的回忆录，或者是可能要进到电影院才看得到电影这样子的媒介，其实它是更为大众的，而且它是更跨不同的年龄层，就是无论你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其实漫画都是一个更容易亲近的媒介。蔡坤林讲，从来无想过家己会变成漫画主角，头一眼看到漫画，嘛甲伊所想的真无共款。我人遐尼缘投无咧，我是咧唔食囡仔吼，是干那较爱美淡出来读书咯，啥物啦吼。面对人总是真谦虚，嘛讲家己无偌了不起。伊搁较希望的是，甲发生伫伊身躯边重要的人事物，小解互大众知影。我一定爱互咱新生代的少年人爱知影，讲迄当时的20岁囡仔，迄当时的18岁囡仔是虽然无就是那囡仔遮尼讲有世界观，有丰富的知识，竟是也袂晓拍电脑啊。但是因的纯情，因的热情是袂输即个囡仔。这部漫画传记除了是蔡坤林的生活故事，嘛是台湾近代历史的写照。
其实伊是一个真痛苦的一个过程，甲真痛苦的过去。啊，毋过伊想要甲咱分享，吼，甲咱讲即寡代志，所以伊会一摆搁一摆，会甲即只咱即寡时岁讲即寡伊的故事。负责放假两位作者尤佩文甲周建信对人物故事甲历史资料拢真讲究，尤其册中出现的人物，嘛照实际情形呈现到语言的对话，希望互读者会当自然读台湾历史。记者杨淑晴、林宏明、张玉水采访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0度、29度到34度；金马、澎湖30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嘛上爱水的秘书啦。想要像我这么水，今仔日咱就来讲这个主题：装他。装他汉语写作装他，罗马字写作知恩装特阿他。装第1条，他第7条。装他就是化妆打扮的意思，因为头是咱人上界显白的所在，所以会开较侪时间装他头面的部分。第一步，咱通常会先洗面，甲门根孔洗好清气，再来抹化妆水、其他的保养品等等。保养刷了后，才开始抹粉、画目眉、点胭脂。有闲的时阵，我阁会擦指甲油，也是去互人彩绘指甲。你看，敢唔水？甲家己装头好，阁较拍，心情嘛阁较快活。即马真侪查甫查某拢正够西装打扮，唔那是挂耳膏，连片啊、肚材嘛拢有。也是伫身躯插花，真适拍。秘书我嘛真介意挂饰品，像金手链、钻石手指、珍珠耳膏、玉啊手环。不过这物件拢真贵，我只好拢要价。有一句俗语讲：3分人，7分装。意思是讲，人的外在3成是爸母生成的，另外7成就要靠打扮，所以培养家己的美感真重要。溜、装他、化妆、胭脂、指甲油、插花、西装打扮，3分人7分装。爱水无啥物唔对，因为介意家己，对家己有信心，是人生内底一项重要的功课。今仔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收看咱的节目。